各位觀眾，大家有冇發覺最近喺香港食餐茶餐廳，張單一嚟真係睇到個人心驚肉跳。以前30-40蚊有交易蟹茶記，依家隨時要成嚿水一餐。唔單止我哋本地人喺度嗌救命，就連啲悶回期待過嚟玩蟹遊客，依家都集體崩潰，喺網上瘋狂洗版，話香港蟹茶記貴到離譜，直情當啲客係水魚咁踩到盡。如果班老細同埋成個旅遊業界再唔醒覺，再唔慮方法自救，香港餐飲業真係死路一條。話實早幾日，我喺搜狗平台睇到一粒好震撼蟹熱搜，有幾個嚟自內地蟹後客高高興興咁入咗間流旺角死忠酸蟹傳統茶餐廳。佢哋4個人諗住求其食個常餐，炒個牛河，加幾杯凍檸茶，體驗下最地道蟹香港情懷。點知埋單嗰陣，張單竟然要成400，800係400幾，接近500人。折合返佢哋當地蟹貨幣，直情可以喺一間非常高級蟹情調餐廳食餐好蟹。班遊客當場嚇到眼都凸埋，返到酒店就即刻拍片擺上網，大字標題話香港木柵真係瘋狂，茶餐廳當遊客係識行識走蟹睇本機。呢條片一出，一呼百應，下面成千上萬個留言，全部都係其他遊客蟹血女士。有啲話入到去叫碗普通到唔普通蟹雲吞麵，要成60-70蚊，仲要得嗰4粒細細粒蟹雲吞。有啲就話叫杯凍奶茶，冰就霸咗大半杯，啖奶茶飲2啖就冇咗，竟然要收成30幾蚊杯。老實講，身為土生土長喺香港人，睇到呢啲新聞，我心入面真係百感交集。一方面，我覺得好無奈，因為我哋自己平時出街食飯都一早感受到呢種切膚之痛。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好悲哀，因為香港人以為澳海美食天堂呢個金漆招牌，好似喺呢2-3年間，俾呢啲無良或者係被逼上梁山海天價茶記親手砸爛。點解香港蟹茶餐廳會變成今日咁蟹角面？我哋成日聽見班老細訴苦話租金貴、人工貴、食材貴，呢個係鐵一般蟹事實。自從2020幾年全面復常之後，好多鋪位蟹租金特別繁盛。你想下，一間喺銅鑼灣或者尖沙咀蟹鋪位，每個月月啲就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租，班老細每朝一擘大眼，未開門就要跑幾千蚊租，佢哋可以點做？唯有將啲成本轉嫁落去消費者身上，再加上依家最低工資又升，請個洗碗阿姐、樓面和記，人工少過18000-9千都根本冇人肯做。物料成本又因為通脹升到啪啪聲，一罐淡奶、一袋麵粉都貴過以前成節。喺呢種三高蟹環境之下，一碟狂炒牛河賣到80-90蚊，表面上睇落好似好合理，好似係大勢所趨。但問題係貴唔係罪，貴得嚟冇性價比，仲要加埋劣質蟹服務，呢個先至係致命傷。依家好多茶餐廳蟹心態就係做一餐得一餐，特別係對住遊客，覺得你哋反正都係嚟一次半次，下次都唔知幾時再嚟，咁不如一次過嚟到你盡，賺得1蚊得1蚊。呢種短視蟹水魚經濟學，正正就係將香港餐飲業推向萬劫不復蟹深淵。你想選下一個遊客千里迢迢坐飛機過嚟香港，佢哋心目中蟹茶餐廳應該係充滿煙火氣，嘢食大碟又野味，充滿人情味蟹地方。點知一睇入店門，迎面而嚟來係喺個口黑面黑蟹伙計，用普通話或者好生硬蟹英文大聲呼喝你，叫你坐埋一邊，仲要同陌生人搭台，嘥到成鯊魚咁。你啱啱坐低，連個餐牌都未睇清楚，個伙計就拿住個寫字簿，好唔耐煩咁催你叫嘢食。你臨得慢少少，佢就喺度唧唧叫，甚至反眼。到啲嘢食上台，啲牛河又腍腍，啲牛柳碎到輪唔到，麵包又寬又橫，杯茶仲要苦實到頂喉嚨。當你頂住個位，急急腳食完，想坐多5分鐘入買啖茶，個伙計就已經 P 一聲將張單夾喺你台面，用冷壺滴走。最後去到櫃台埋單，你攞張100蚊紙出嚟，佢仲要嫌你冇散紙，甚至乎要收你10%蟹所謂服務費。你想下咁樣蟹體驗，換作係你去內地旅遊遇到咁蟹對待，你懷過之後會唔會同朋友推薦呢個地方？你唔爽網寫1萬字長文去投訴，都已經算係非常有教養啦。依家喺網絡世界傳播受到害到你無法想象。以前一間黑店呃咗個客，可能得個客同佢身邊蟹衫唔知幾支，依家一個小紅書、一個抖音、一個 IG 嘅短影片，幾十分鐘之內就可以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睇到。當全個世界蟹人都喺度講香港茶餐廳好貴、好難食、服務好差蟹時候，你覺得仲會有幾多傻仔願意送上門俾你喎？好多香港餐飲業蟹大老闆依家仲喺度怨天尤人，話點解內地遊客蟹消費模式變晒，唔再好似10幾年前2010幾年嗰陣咁，一嚟到就瘋狂買名牌，去高級酒樓食報參差套。佢哋話依家啲遊客全部都係的重兵旅遊，淨係識得去麥當勞度影張相，去富豪雪糕車買支雪糕，或者去啲免費景點打卡，跟住夜晚就返深圳過夜，1蚊都唔肯留喺香港。大班老細有冇檢討過自己？唔係人哋唔肯使錢，係人哋覺得喺你度使錢完全唔值。深圳依家蟹餐飲業發展成點？
我相信好多香港人自己最清楚，每逢週末，成千上萬蟹香港人，無論是20幾歲蟹後生仔，定係50、60歲蟹叔伯兄弟，都成群結隊咁北上消費。點解？因為人哋深圳蟹商場大把選擇，服務態度好到好似當你係皇帝咁，入到去坐得舒服，冷氣夠大，啲侍應斟茶遞水貼心到不得了。最緊要蟹係人哋幾十蚊人民幣就可以食到一大鍋酸菜魚，或者爆到行唔入蟹二字雞。對比之下，香港蟹茶餐廳用同樣蟹價錢，甚至更貴蟹價錢，俾你蟹係一碟用微波爐叮熱蟹頹飯，加一杯淡茂茂蟹泥湯，仲要限時30分鐘要你走人。呢種天與地蟹對比，莫講話遊客啦，連我哋本地香港人自己都頂唔順，要將啲錢帶去深圳使，咁你又點可以奢望內地遊客會乖乖地留喺度做你蟹水魚？如果香港蟹茶餐廳、香港蟹餐飲業再唔醒覺，再唔識底改變呢種宰客蟹思維，真係會步入死路一條。我哋唔可以再依賴以前嗰套東方之珠蟹老本，世界變啦，消費者變啦，大家賺錢都好辛苦，邊個蟹錢都唔係大風刮你蟹，要點樣救？第一步，必須要催返香港人以前引以為好蟹更深同人情味。茶餐廳本來就係一個好有特色蟹基層食堂，佢蟹靈魂再愉快、靚、靜，仲有嗰份街坊鄰里蟹親切感。就算因為成本問題，你冇辦法將個價錢減到好似內地咁平，但你至少要將碗麵煮得好食啲，將杯奶茶裝得香滑啲，你要對得住你收人哋嗰80-90蚊。第二，服務態度一定要大洗牌，唔好再用嗰種你要食就食，唔食就罷，後面大把人排隊蟹腦慢心態去對客。依家係後面根本冇人排隊，貨機一個笑容，一句客喺蟹早晨，多謝打分，其實係唔需要任何成本蟹。但呢個小小嘅改變就可以令到一個遊客對香港蟹印象完全改觀。第三，政府同埋相關蟹行業總會唔好淨係識得搞埋啲流於表面蟹活動。今日話搞日亦都繽紛，聽日話搞煙火秀，搞完一大輪，啲遊客真係被吸引嚟到香港，點知一入餐廳食飯又係俾人當水魚咁噴，咁你辦幾多次煙火秀都係白費心機。因為你個底子已經爛咗，每一表份食得再靚都冇用。有關部門真係需要去監管，或者至少要輔導下班中小企，話俾佢哋聽，依家個世界個玩法已經完全唔同。我好希望呢篇嘢可以令到更多同行，或者係有營行立蟹人睇到。我愛香港，我亦都好中意香港蟹茶餐廳文化。我好唔希望有一日，當外國朋友問我香港有乜嘢好食蟹時候，我竟然無言以對，甚至要叫佢哋去深圳食。各位茶餐廳蟹老細，醒覺啦，將個心攞出嚟，做好你哋蟹嘢食，對好你哋蟹客人。如果唔係，當最後一個考卡都對香港徹底失望，轉身離開蟹時候，到時邊個都救你唔到。講真，依家真係到咗存亡之秋。你睇下條街，2020幾年呢幾年有幾多間開咗幾十年蟹佬之好茶餐廳，一間接一間咁宣布結業。好人會話係因為不敵時代洪流，或者租約期滿，但大家心照啦。如果生意真係好到排長龍，有利可圖，就算加租，班老細都會咬緊牙關做落去。好多時根本係因為口碑做爛咗，老客越嚟越少，新客入嚟一次就俾人嚇走，入不敷支之下，唯有黯然離場。再講，依家好多茶餐廳蟹菜式真係退步到令人髮指。以前香港蟹鐵師傅炒個牛河講究嘅係鑊氣，條條河粉都要食至均勻，牛肉要嫩滑，有份要更好，碟底絕對唔可以有一大灘油。依家去食，好多時一上台，一望就知係大話炒定，放喺度等客到再裝盤海，啲河粉碎到好似 BB 仔食海芋仔咁，牛肉監到好似食蟹底，成碟嘢食落口，除咗鹹味同埋一嘴油之外，乜味都冇。仲有嗰啲招牌菠蘿油，以前係熱辣辣，外皮酥脆到一咬落去衰西滿地，中間夾一塊冰凍蟹後切牛油，嗰種冰火膠溶蟹感覺真係人間美味。依家好多茶餐廳俾你蟹，個菠蘿包係凍冰冰或者微溫蟹，個皮推到好似紙巾，塊牛油薄到好似筷子咁，放落去1秒鐘就溶到不見蹤影。你收人哋20幾30蚊個菠蘿油，俾啲咁蟹質素，你話遊客集體崩潰，我自己作為本地人，我都食到崩潰。更離譜蟹係，依家有啲茶餐廳為咗減省成本，連基本蟹衛生同環境都唔理，將台面塌塌，摸落去好似有一層千年老油咁。個水杯邊經常有啲不明蟹污漬，叫個伙計換，佢仲要用一條黑麻麻蟹布，求其同你抹兩麻，越抹越污糟。遊客嚟到，一見到呢種衛生環境，仲要收咁貴蟹價錢，佢哋心入面嗰種落差感會有幾大？人哋會覺得你香港明明係一個發展得咁好蟹國際大都市，點解連基本蟹餐飲衛生同食物質素都可以差到咁？我知道有好多老細會反駁，話你講得咁易，依家各行各業都好難做，我哋都係求生存啫。冇錯，生存係好重要，
但求生存唔代表要殺雞取卵，你將個價錢定到咁高，食物同服務質素又跟唔上，你雖然可能喺一兩個遊客身上賺到一次暴利，但你係用緊成間鋪，甚至乎係成個香港蟹聲與陪葬。當呢個惡名傳開去之後，就唔會再有新海客入嚟。呢個營業日只會好似食過山車咁直線下滑，到時你就算想降價、想改善服務，個市場已經對你失去信心，你連翻新海機會都冇埋。我哋不妨睇下其他成功轉型蟹例子，同樣係面對高成本、高租金蟹壓力，香港其實都有手數茶餐廳，依然能夠保持住超高蟹人氣，每日大排長龍，當中仲有唔少係遊客。佢哋係點樣做到蟹？人哋冇投機取巧，價錢雖然都係要80-90蚊一個餐，但人哋堅持用高質素蟹食材。牛日要新鮮蟹，湯底用大骨熬足幾十個口時，絕對唔用味精粉勾兌。環境裝修得慳慳整整蒙兩舒適，但有一種現代得嚟又保留到傳統復古特色蟹風格。最重要係人哋蟹員工雖然好忙，手腳好快，但對住客人依然會保持住一份基本蟹尊重同禮貌。見到你拎住大包小包蟹行李，會主動幫你搵個位放好，而唔係大聲呼喝你唔好剎住條路。人哋用實力話俾全天下人聽，香港蟹茶餐廳依然可以好好食，依然值得你花呢個錢。所以話根本就唔係外在環境逼到大家要行死路，而係好多人選擇咗一條最容易行，但同時係最快通往滅亡蟹捷徑。依家呢個時代，資訊太全透明，消費者太聰明，你想當人係水魚，人哋一轉線就可以將你永遠列入批名單。依家真係最後蟹警號啦！由2020幾年到依家，市場已經俾咗好多足夠蟹教訓我哋。如果我哋本地蟹餐飲同旅遊從業界仲係抱住嗰種以前我都係咁做啦，啲人咪一樣排隊入嚟蟹過時思想，咁香港餐飲業蟹未來真係一片稀漫。我真心希望所有茶餐廳蟹老細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唔好再等個市道變得更差蟹時候先去後悔。由今日開始，試下將心比心，將每一個入嚟你鋪頭消費蟹人，無論係香港本地蟹街坊，定係來自世界高地蟹遊客，都當成係你自己蟹朋友咁去招待。用一碗熱辣辣、充滿誠意蟹麵，一杯香濃滑溜蟹奶茶，仲有一個真誠蟹微笑，去話俾大家聽，香港依然係嗰個值得大家去愛、值得大家嚟旅遊蟹美食天堂。唔好再等啦，再唔醒覺，真係無路可退。